自我有記憶以嚟咧，我嘅填詞，我諗以下嗰首歌應該係最短嘅時間，少於3分鐘就搞掂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喺我2次嘅歌詞創作庫裏面，呢首歌算係一首易記易上口、簡單明快嘅作品。我仲記得當日係有一個我曾經帶佢信耶穌嘅病友嘅屋企人，然後突然間打電話俾我，就話俾我聽佢爸爸身體情況轉差，希望我去探佢。於是我就放低手頭嘅工作，衝咗去醫院。但去到先發現，先醒起唔記得帶一啲小禮物俾佢。於是咧就走去便利店睇下有冇啲嘢可以買。結果咩都買唔到。只係買呢罐啤酒，因為當日咧天氣好熱。去到醫院門口，我一直問自己，有咩可以留俾老人家咧？即係唔可以兩手空空咁上去啊！就喺嗰一刻咧，心裏面咧突然間浮現咗一首好多年冇唱嘅兒時嘅短歌，可能你都識唱。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2 3 4 4 3 2 4 5 6 7 8 9 10，就係咁簡單。當時我飲咗2啖啤酒，然後就開始覺得有嘢可以出啦。於是咧就打開手機。我大概印象中真係冇2分鐘我就填完呢首歌，一來歌詞好短啦，但係我每次聽返我都覺得幾有意思，唱俾你聽。冇話過會易過，每日挑戰咁鬼多，如挑戰靠主佑，冇嘢係不可衝過。結果我就帶住首歌上到去病房，同老人家一齊學唱。因為喺醫院樓下寫嘅，所以咧我只能夠將啲歌詞擺喺手機度，同佢一齊唱咗3次之後，佢已經記得。然後最後走嘅時候咧，我哋一齊再唱多咗一次。冇話過會易過，每日挑戰咁鬼多，如挑戰靠主佑，冇嘢係不可衝過。送俾大家，希望呢首歌你哋鍾意。Thank you，拜拜。